高雄有查到犯罪集团用免费请字来咧招人，佮讲会提供假大甲机票，互因去泰国做散工。事实就是要甲人拐去干部济，再佮要求因的亲人提钱来赎身。目前这个犯罪集团有8嫌犯已经互警方逮捕啊。另外，佮有一个阿公是去当着假投资的诈骗，互人拐23万去啊。落尾因孙和警方合作，有抓到诈骗的共犯。乌衫的男性互警方挨铐起来，因为伊毋拿涉嫌以免费车字招募成员，成立犯罪组织，搁伫面册牵高薪水工课的广告，锁定拄啊踏入社会少年家，借包车包大包机票去泰国食头路的名义，骗被害者出国，实际煞是去柬埔寨的违法交警做工课。集团成员为了免事态扩大，那要求被害人的家属也要付赎金，他才愿意让被害人离开。那被害人家属汇了新台币15万元以后那这个杨姓被害人才能够返回台湾。被害者回来了后，马上报警，警方顺线抓到可剩嫌犯等8人，搁伫徛街查到作案用的点钱机器、手机甲电脑等证物。专案以人口贩运防制法、组织犯罪防制条例、恐吓等罪嫌，移送地检署侦办。但诈骗手法一直变，除了国外食头路，国内假投资诈骗同款真多。高雄有一个男性互虚拟货币投资群组骗23万。孙子不甘爷爷遭诈骗，将计就计，借用他的手机持续传讯，同时通知警方协助。等到与诈骗集团车手相约面交100万元时，民警一拥而上逮捕。孙仔甲车手当面交钱100万了后，警方赶紧冲出来抓人，对车手身躯敲出免用发票的收据。虽然车手辩解是帮朋友摕物件，专还是以诈欺洗钱防制法移送。警方提醒民众唔通贪图高薪水轻松的头路，还是轻信高利润的投资，以免违法还是受骗。记者陈焕武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